开灯前要念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可以防止打瞌睡哦，防止打瞌睡。有人一看书就打瞌睡，有人看经书就打瞌睡。开灯前先念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东西掉地上，吃又不敢吃啊，丢了就太可惜，要念。唵嘛呢叭咪吽，舍布施施舍的舍。唵嘛呢叭咪吽舍。唵嘛呢叭咪吽舍，施舍的舍。六字大明咒，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。唵嘛呢叭咪吽，加一个舍，施舍的舍。布施给轨道的大德里面。有的东西臭了坏了变味了，也不能吃啊，吃了会食物中毒，会肚子痛的要命呢，痛的希望救护车赶快来带去医院呢。去医院急诊还要等1-2个小时，哈哈呀，活受最痛苦啊！要吃也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啊！像那个吃那个干净的，好像掉地上又舍不得了，要洗干净，要煮一煮啊，不然就布施给6道的那个轨道众生，各轨道众生呢，要念唵嘛呢叭咪吽舍，唵嘛呢叭咪吽舍，施舍的舍。唵嘛呢叭咪吽，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，那跟6道有关系啊，6个字啊。开灯啊，晚上开灯以前，进入房间开灯以前先念嗡啊吽，唵嘛呢叭咪吽那个嗡，唵嘛呢叭咪吽那个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防止打瞌睡。